嗱，今日上到嚟信和廣場1340幾尺，睇一座單位，買信和一定要睇一座。咁點解咧？就係先睇呢邊嘅景觀啦。3房單位，我哋呢度望個景觀，原來一座望得係非常之遠啊，可以望到海擎天。咁啊東南向，咁我哋參觀下啲房間同間隔先。呢邊有個廚房啦。咁呢啲其實就需要重新裝修嘅。咁個廳係絕對夠大，買樓一定要買東南。咁呢度咧可以再間工人房嘅，因為呢個位置咧我哋見到係個窗口嘅，呢個係。其餘嘅房間就喺呢一邊啦。嗱，呢邊有一間房啦，間房都向東南嘅。咁對出呢一邊咧有個走廊，收咗個廁所喺呢邊。咁懂信和嘅都知呢一個好多人都會設計㗎啦。咁呢個有套房啦。哇！呢個衣櫃夠大啊！呢個咁有個凹位可以做到個入場衣櫃。咁呢間房都係東南，全都向東南望咧。呢間房都可以望到嗰個海擎天嘅。價錢嗰方面而家先至係賣緊600零萬嘅啫，有鎖匙1300幾尺。咁樓齡嗰方面咧就係2000年打後，2001年。咁講緊樓齡都係20零年嘅啫，24年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信和廣場1300幾尺3房有條件改4房，全屋向東南600零萬，係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 Oscar 再見。